第20集啊，田庄的景致真清盈，拖汤含哈路，珠宝花落残花，看到鸭伫篮仔耍水，床毛落豆滚，结做规大阵爬爬走，黄润润的光压落来，触点烂土甲水窟啊，河流参鳝鱼有时烂，有时喷。挑人的天棚看袂着顶，土边下骹的阿母男有影是看拢拢，活跳跳。有影似是，自从互人毋对，互神去互神骗来打鸟，我阁毋捌休喘过呢。拖汤的大春文，你个真后甲我屁想，囡仔人有耳无喙。哈罗懒懒。拍点涂骹，甲乌带的尾溜转转咧。代志舞遮久，愈补愈大空。毋若无甲鬼王掠落来，搁乖伫咧涂骹底走袂出去。我要来唱心事啥人知？踏入大鸟界。是阮不应该，是受反悔，阿妈袂谅解。拖汤的歌声真无奈。你手毋着调去啊啦！你看，面头前是古早时的阿母男，饲鸭的男仔，人食饱营营无代志，就伫遐踢鸭。田庄好光景，自在又逍遥。咱就来首叶启田的《大山下歌》。阮就是青春的泪水下歌，七八早就出门，准备要去顺产园。只手举低头，倒唱三本字，行路轻松有元气。行到我的田边，哈罗的歌声是真轻松。起爱困啊！这涂骹软软、芳芳，来小体一下。这撮人险有影酷刑，拍电动脚怎热？嘛会试暂停去冰箱看有凉的通啉无？过关是介重要无毋对，嘛爱休一下。拖汤的脚软，就坐点软烧烧的餐花。哈罗客气，软哥哥来讲，我嘛来小味一下。拖汤豆豆啊，毋知影人啊。哈罗嘛慢慢啊失神，神人倒点烂土，无男无女，无精无神。烂土就溜溜啊，溜溜啊落，无偌久，规搭陷落去，成做一个lap蚵。四周围的茎仔是顶壳壳，成做一个壳仔，扑出来，做一开。甲拖汤含哈路吞落去，田庄的景致是介清盈，迄是土萨王，想讲会当推一顿粗摆，无疑哦。拖汤含哈路两个加起来伤过大，土萨王吞袂落，去互记着，哈路的尾溜尖来，好亲像去互插着，土萨王艰苦甲直直扫。扫一个伤大力，甲拖汤含哈路扫转去报官。神人全然毋知发生啥代，拖汤伤精神，甲身躯拨拨咧，讲：敢会困甲羞落面，规身躯全落膏仔满，若去互阿嬷看到，阮去互骂。哈路对咧起来，金身起准，袂输一支鸡毛枪。甲烂土喷甲哩哩哩，田庄的景致有影清盈。
拖通徛踮报花，欣赏眼前的情景。规大阵的鸭伫伊正手边远远的所在，大约是刚厝店搁过去的牛条山。伫即个地下世界，真正有牛大甲那轮啊，两只对对，牛角搭牛角，拄伫遐袂沉袂动，就伫牛角正下骹，土面扑起来，袂输蛇的尾溜。阿珍就按蛇尾定定扭来拖通倒手边的迄个骹兜，来到蛇头，圆圆解大圆，佮挂角，头壳遐有一粒沙拄落来，拖通就来摇移。迄敢毋是双福山？怎会遐怪奇？规粒山倒栽顶下柄，甲迄粒头缀掉咧呢？恁人世传说我有听过，听讲有一个秦国的皇帝叫嘉庆君，要未继位进前，伊养做老百姓，登山过乌水沟，偷偷走来台湾佚佗。有一天经过大鸟，发现这有龙脉，按牛条山探到双福山，看山形那笔记。嘉庆君惊出高人篡地位，就叫人甲这粒山的地理摆掉，讲哦，徛笔记出皇帝，倒笔记出大事。这传说四界传，传到阮是民界遮来，想袂到是真的。惊出高人甲秦国淹倒，就甲天地颠倒柄，北长真下呢。毋那是甲山倒头栽，佮用山尖甲龙眉头刺死死，惊伊亮起来，惊伊飞龙在天。哦，原来是龙，毋是蛇。迄是五行中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土龙。你看，伊有咧喘气，千万毋通甲叫精神，无代志就大条啊啦！代志到遮，后尾步咧。石虎山规粒拢是木仔布，为着要管理地灵，是真正出大事哦。你看，徛倒吊的山顶头有一间庙，内面服侍大明大师。哇，真正有一间庙呢！咱来甲翕一个，问看卖。下落的尾溜就剩甲长长去叩庙门，一声、两声，到第18声，门就开啊。拖通看迄尊神尊，面半青半红，有6只手，头顶吐一尊观音，身躯全是金蛇，扫来扫去，就来讲话。啥神找我？我大师爷庙的万好爷啦！原来是你。7月时啊，阮铁围山行府休困。你若要坐流浪去地角找10殿阎罗问事，爱等月底关开门了后。大明大师讲到坐牛郎去甲10殿阎罗拜托。人讲地顺昌会写故事来作做，想要请教，阮若要去徛好王爷庙，行转去乌龙磅空掠我，敢阁有别条路？迄毋遮简单，全台湾的人拢知，才有民雄几啊厝。就安尼，人讲即个囡仔兄会来央我去找老爸，迄时才来无闲。搁再讲，大明大师就甲庙门关起来，几啊厝含双福山离无介远，新人想要过行去，拖通踏入去咱马，骹都落落去，袂输有鬼伫下骹扭迄款。落尾，拖通下身呆伫咧烂土，是哈罗硬扭才来救起来。这时，一阵阿某惊我。因行路有固定的路，按牛条山开始，过江厝店、几啊厝到阿宝南、双福山，
佫照原路行倒转去。而且阿母白白无芳，可比得白啊！哈罗虽发现，虽开拆互拖通听。鸭条内无过暝毒菌，咱着把握机会紧跳落去，无毋知佫会等偌久。听哈罗的指示，拖通跳去阿母阵，顶头敢若眠床，软心心，心一个，心一个，看看对几啊厝遐去。